好，來繼續來看這個海巡署，為去年10月開始，甲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交換到證據，成功抓到14件跨境運毒的案件，查到毒品海洛因取得超過8100萬。阿叔，不好意思，我直接這邊剪開好了。查緝人員用手甲行李箱拆開，提出一大袋白粉，查出超過4公斤的海洛因。You can check, right? It's your luggage, right? 今日比對行李的編號，不過美籍查某人原來一直電講，一直到互送入電公機，才無話講。啊，若想要跨境運毒的，講唔來伊。查緝人員撞入機場的大廳，眼前這兩個波蘭籍的查甫人，不是一般遊客，因大聲佇咧烏志明市吞大量的海洛因，擱坐飛輪機來台，因分別吞1239公克甲940公克，不過1公斤對人體來講已經要真磅，若無說你破氣，恐驚會有性命危險。查緝人員嘛緊急甲兩個人送醫處毒。在查緝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隱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們偵查上非常大的困難。他跟 HSI 來合作，我們剛才看過那種破壞性檢查，如果你沒有掌握到一手的資訊的話，你是很難動手去把它破壞掉。海巡署甲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合作，透過證據接交換，為去年10月到達，成功偵破14件跨境的運毒案。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這半冬以來，查扣的海洛因取得超過8100萬，用人體來運毒是已經真久啊，是殘忍佫有危險性。不過，條件運毒集團佫再出新招，海巡署會繼續深化甲美國的合作，防止毒品流入台灣。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